早晨，多謝收睇亮傻頻道，我係阿 Sa。我係 Man。今朝沙沙聲添。係啊。咁我哋今日係富國島嘅第6日啦。係啊。今日個行程係去游水啊。水上樂園。係。同埋坐嗰個纜車。係好長嘅纜車，成10幾20分鐘嘅。係。今朝就食埋尋日食剩嗰啲手卷嚇，咁啊食飽飽，係直情係早餐啦。係啊，就係當早餐啦。係啊，咁我哋就去到樂園再同大家分享。好啊。好，轉頭見。今朝南部嘅氣溫係27度，兩傻經 KKday 買咗太陽世界纜車嘅來回飛，2人價港紙208蚊，平均每人係104蚊。其實我哋喺我哋住嗰間酒店咧行落嚟咧真係好5分鐘。係啊，佢又有電動樓梯落到嚟下邊。一早嘅人流比較少，兩傻先喺纜車站附近行下。呢度直入就係纜車站。纜車行駛時間分2 part， 第一 part 係上晝嘅9點至11點半，第二 part 係下晝嘅1點半至5點。主題公園開放時間係上晝嘅9點半至下晝嘅4點9。水上樂園開放時間係上晝10點至下晝4點9，海灘開放嘅時間係上晝9點半至下晝嘅4點半，同之前一樣，淨係出示個2維碼就可以輕鬆入閘。富國島嘅太陽世界香島自然公園跨海纜車係當地極具代表性嘅旅遊景點，由起點嘅日落小鎮去到終點嘅香島跨海纜車，全長7899.9公尺，擁有金氏世界紀錄認證嘅世界最長跨海三索纜車之稱。每一節車廂約莫可以容納30人，車廂係360度全景玻璃設計，視野廣闊，可以俯瞰湛藍嘅海灣、漁船同埋周圍嘅島嶼。單程乘車時間約莫係15至20分鐘，速度約每秒係8.5公里。雖然睇完個地圖先至行，但係因為個指示就唔夠清晰，好幾次都行錯咗路。水上樂園嘅開放時間係上晝嘅10點，早到都唔會俾你先租 locker 嘅。細嘅每個5萬越南盾，大嘅係10萬盾，可以多次開關。毛巾每條係5萬盾，零收按金。浴室數量都唔少，唔可以着鞋或者拖鞋之類入水池。呢款俗稱鱷魚鞋嘅都唔例外。每次入水池之前，鞋可以放喺近入口嘅鞋架度，但係有啲水上設施嘅入口同出口唔係同一笪地方。玩完揾返對鞋嘅時候有啲煩。如果唔想又除又着咁鬼煩，
建議大家咧可以帶對可以落水嘅水陸兩用防滑鞋，樂園裏邊都有得賣。嗰陣時每對咧就賣15萬盾。呢幅係水上樂園啲設施分佈圖，睇完兩傻都係隨心而行。呢個係飄飄河，感覺最啱玩到攰晒嘅時候咧嚟呢度攤唞下。呢區係兒童專屬區。呢條咁長嘅係章魚滑水梯，先攞塊滑水墊趴喺上邊，頭向下，然後由上面滑落嚟。呢3條咧係輕量級滑水梯，我哋玩咗幾次。另外呢2條咧就比較刺激，尤其是係黃色嗰條大田螺滑梯，兩傻真係冇膽去試。呢個綠色嘅係要4個人一組玩嘅。兩傻好彩啊，遇到幾個啱啱玩完打算走嘅韓國朋友，佢哋見兩傻傻痴痴咁望住條滑水梯，竟然主動話陪我哋玩喎。人造浪灘適合一家大細。右手邊比較平靜，鍾意刺激呢就可以去左手邊。有啲滑水梯嘅限制咧會比較嚴格，所以泳衣咧最好係冇拉鏈嘅。玩所有水上設施，手機、泳鏡、耳環、手錶同埋尖銳金屬之類咧都唔可以帶。樂園門票包一杯嘢飲，去指定嘅地方換。飲完杯解暑嘅西瓜汁，兩傻計劃去景觀塔，哈哈，天大地大竟然都會撞衫。呢個360度旋轉嘅景觀塔叫做 Eagle's Eye， 咩年紀都啱坐。景觀塔由地下慢慢旋轉咁向上升，遊客可以喺高空鳥瞰成個太陽世界自然公園。最爽嘅就係裏邊係有冷氣嘅。嗰日除咗冇落沙灘同埋嗰啲比較刺激嘅機動遊戲，例如木做嘅雲霄飛車、海盜船、旋轉飛椅，呢啲兩傻有自知之明嘅刺激嘢，我哋一樣都冇玩就走嚕。依家仲未到點半鐘，兩傻食返杯雪糕先。綜合今日少少嘅經驗，避免嘥時間排隊，兩傻會建議各位朋友可以考慮先坐景觀塔，然後玩機動設施。lunch 之後就玩水上樂園。嗰日兩傻冇喺樂園沖身，聽講4點後鐘係浴室嘅高峰期，因為纜車收5點，所以最好3點半後鐘就準備沖身走人。兩個傻嘅就係趕住返酒店沖身，原本張飛係包異國風情村，奈何返去纜車出發站嘅時候就已經忙得一乾二淨嚕。一到咗日落小鎮，兩個傻嘅心無雜念，一支箭咁行返酒店，沖個涼就去醫肚。今日食晏嗰間餐廳就喺尋日嗰間行過少少。我哋叫咗11萬越南盾嘅海鮮炒飯。嗰個飯呢就好乾啦，有少少就係硬。嗰啲葱頭呢炸得嚟呢，佢咁樣去切嗰個咁樣一粒一粒呢，有啲韌牙，好特別又唔係，唔好食又唔係，香口嘅都香口嘅炒得嚇。
呢個係11萬盾嘅春卷。咁春卷咧係最好嘅，好，因為用呢個唔知乜乜皮嘅，我覺得即係好鬆脆做得，裏邊我都睇唔到係咩餡，但係 OK 咯。跟住係12萬盾嘅烤豬肉麵。咁呢個檬粉咧就檬粉本身佢都係滑嘅，雖然唔係好彈，但係可以咯。咁但係最敗筆就係嗰個烤豬肉咯，因為好薄，同埋咧佢一啲烤嘅風味都冇咯，食落口就同埋太瘦啦，咁好似食瘦肉咁樣咯。咁我覺得好一般咯。5萬盾一杯嘅鮮榨果汁叫咗2杯。咁飲品就當然啦 OK 啦。今個午餐埋單總數44萬越南盾。呢張104蚊嘅門票咧真係好抵，因為佢仲包入1次接吻橋。尋日由南翼入，今日因為餐廳嘅位置比較近北翼，所以兩傻試下由北邊入。啱啱落完雨，希望一陣間唔好再落。左下方嘅沙灘就係接近睇海上交響曲嘅地方。要影呢張相，兩個人就要分別由南邊同埋北邊入。明哥，係。咁今日我哋又去咗水上樂園，係啊，玩到盡興，非常之盡興啊！揸住個水泡，水上落好多次。係啊，好攰今日。啊，咁就我哋又行多一次呢個接吻橋，因為尋日就落雨。係啊。咁今日就由北邊入，南面出。係。咁而家咧，我哋不如翻去休息下。係。咁食嘢點啊？睇下咩食咯。好啊好啊，如果有啱嘅就買翻去食，如果唔係，不如我哋食啲嘢先至翻酒店。啊，都好喎。係啊，咁今日富國島 Day 6嘅分享到此為止，多謝你哋俾 like 留言留emoji嚟支持兩傻頻道嘅朋友。啱聽啱睇嘅就請分享身邊嘅朋友。約定你哋富國島 Day 7見，拜拜。未訂閱嘅朋友請你哋訂閱同埋撳埋側邊嘅鐘仔。你哋嘅訂閱同俾 like 係兩傻頻道繼續嘅動力。今日真係好盡興，體力腳力都消耗咗唔少。夜晚兩個傻嘅咧就買咗啲簡單嘅外賣返酒店，一邊睇 show 一邊嘆，同尋晚一樣，先睇海上交響曲，然後就到海洋之吻水舞 show。兩傻極力推薦大家可以考慮租啲睇到 show 嘅酒店，尤其是係一家大細有老有嫩嘅，唔想佢哋咁頻撲，可以安排佢哋舒舒服服留喺酒店度睇。嗱，但係兩傻住嘅呢一間呢，就千萬萬唔好訂。富國島嘅 Winbus 服務由2026年1月1號起，已經由原本免費改為分段收費制。車上邊有售票員收現金，而北部園區裏邊嘅內循環線目前依然維持免費，但係政策可能隨時又會改動，到時嘅情況係點？出發之前最好上官網 check 清楚。